呢幅係西域于闐國王李勝天嘅莊嚴畫像。咁李勝天呢，作為于闐國君主呢，佢先祖叫做尉遲氏，受唐朝賜姓李，所以佢正認為呢，佢係唐嘅宗屬。咁樣呢，就公元938年呢，佢被後晉嘅高祖石敬瑭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並且同敦煌當其時嘅實際統治者啦，歸義軍嘅節度使曹爾金聯姻，營造咗曹氏嘅女為皇后。所以呢幅畫呢，係畫咗喺呢個曹氏家族嘅功德窟入邊嘅。咁我哋見到呢個呢，係藥師佛嘅蓮花須彌座，係從呢個敦煌壁畫中呢復原出嚟嘅複製品。呢個圓畫蓋呢，係來自於初唐時期嘅靈山說法圖嘅洞窟壁畫，仲有舍利弗嘅須彌座啦，仲有一個福蓮嘅畫蓋，都係按照洞窟壁畫復原嘅。咁呢一幅帝王圖呢，係根據《維摩詰經變》入邊前來聆聽文殊菩薩同埋維摩詰辯論嘅鬥法嘅一啲帝王同埋群臣嘅畫像。咁我見到咧有不同年代嘅初唐嘅盛唐時期嘅呢個帝王聽法圖啊，咁又有各國王子聽法圖，講述嘅係唔同國度、唔同民族嘅王子們呢喺度恭敬聽法。咁我又見到有吐蕃贊普嘅禮佛圖啦，吐蕃呢就係而家嘅西藏，贊普就係作為西藏嘅王啊。咁我好熟悉嘅，取咗唐朝文成公主嘅松江贊布，其實就係贊普啦。而呢一幅呢，係《彌勒經變》裏邊嘅核心場景，展示嘅係一個唐代時期北方貴族嫁娶嘅圖。咁我見到三件服飾呢，係復原自呢個都督夫人禮佛圖裏邊嘅都督夫人啦，同埋兩個女嘅服裝。咁樣呢一幅盛唐時期嘅都督夫人禮佛圖呢，係而家莫高窟裏邊最為宏大嘅一幅人物像，總共有12個人物，包括咗都督夫人啦、兩個女啦，仲有9名身着男裝嘅婢女。我哋見到啲佈置喺天花板上面嘅圖案呢，就係中國傳統嘅藻井。藻井呢個藻呢，就代表水生植物，井係代表井宿，28星之一嘅井宿，合為就係以火克水嘅防火嘅寓意。因為唐代規定呢，係一個皇宮之居咧，先至可以用呢種古代最高等級嘅裝飾。我哋見到呢幅呢，係非常之有名，叫做三土飛天嘅藻井。咁呢個方井中心呢，就有一個大蓮花啦，圓形嘅花中央呢，係3隻旋轉飛奔追逐嘅兔子，3隻兔子嘅首尾相續，共借兔意連結埋一齊，有一個無盡動態旋轉嘅感覺。圍呢畫有雙重嘅白瓣蓮花紋，蓮花四周佈滿飛天，飛天形態婀娜多姿。三兔同埋飛天呢個旋轉方向一致，令到好似整個藻井好似旋轉咁樣，極有動感。咁喺呢度亦都展示咗其他嘅一啲飛天嘅藻井嘅模式啦。咁好似呢個蓮花飛天藻井啦，佢裏邊嘅一啲邊色捲草啊、連珠啊、垂蔓啊，都係來自中亞嘅紋飾，係隋唐時期絲織品流行嘅一種花樣。咁呢一個呢，係復原翻西魏時期嘅285號窟。咁呢一個洞窟呢，係一個覆頂斗方形嘅禪窟啦。窟入邊呢，有西魏大統4年，即係公元538年嘅造像題記，係早期呢莫高窟唯一有確鑿紀年嘅一個洞窟嚟嘅。所以呢，對於研究莫高窟歷史同埋藝術呢，都有好重要嘅意義。咁呢個窟嘅西邊呢，就開咗3個佛甕，中央呢，就係一個圓卷形嘅甕入邊呢，就係有一個善花輔助嘅佛像。兩側嘅小甕裏邊呢，就有一個禪僧嘅塑像，
外壁呢就係壁畫就係有諸天菩薩啊、外道啊等等啊。南北壁呢各作咗4個禪室，北壁上面呢就畫咗7佛說法圖同埋供養人像啊、法願文等。南壁呢就畫咗500強道成佛因緣故事畫同埋釋迦多寶佛嘅說法圖。窟頂嘅4個斜坡呢，畫有一個天空諸神啊、佛教題材啊同埋民族傳統神話。西邊嘅斜坡呢，就有化身童子啦、飛天啦、雨神啦、雷神啦、朱雀啦、成雷仙人等等。南北嘅斜坡上面畫有飛天、雷神、雨師、霹靂雨人、飛廉、烏獲、開明等等嘅神。東坡呢，中央畫咗2個力士，盛舉一個蓮花嘅摩尼寶珠，兩邊呢，就係非常之出名嘅伏羲同埋女媧，都係人面蛇身，手持規矩。胸前嘅圓稜中呢，分別畫咗3足鳥同埋蟾蜍，象徵日月。咁啊，穹頂嘅中心呢，就係一個華蓋式嘅藻井啦，四周呢，有垂蔓，又掛咗玉佩啊、流蘇啊、玉寶啊呢啲啦。咁啊，整個窟頂嘅壁畫呢，天神飛舞，天花飄旋，滿壁風動。